去年的全国运动会，伫咧游水这个比赛项目，台南市是摕到3块银牌、4块铜牌，是要30年来上好的成绩。不过，其实台南是6都内底唯一一个无国际标准游水池的城市。体育局表示，目前是有5个地点咧考虑，会全力甲中央争取经费。 写一项台南市代表队游泳选手队出发，去年伫全运会游泳项目，因摕到3银牌、4个铜牌，是最近30年来上好的成绩。不过，台南市的训练场地毋是国际标准游泳池，加减影响选手的训练。出发与转身的落差，再加上水深、水浅的比赛，说真的，推水的感觉不到那边，而且很快就疲累了。 当我们的选手在那么浅的场地长期训练以来，如果你去遇到标准池的比赛场地，他下水的话，很快的他就已经没力了。不管是去年、今年，甚至是明年的全中运，主办方都是台南市政府，但是很可惜，我们都要到其他县市去借游泳的场地。 除了训练场地不足，台南嘛是6都内底唯一无国际标准游泳池的城市。去年的全运会、明年的全中运拢是台南主办，煞着拢甲外县市借。为着要起国际标准游泳池，台南市体育局讲，有5个所在等咧评估。找到地了以后，我们也需要经费的来源，因为盖一座标准的游泳池大概要15亿以上的经费。我们也希望能够获得中央的来跟我们补助。 其实这5块场地都有2公顷以上，不过都有它的这个困难在，所以我们目前都在评估。要起一个国际标准游泳池，要开超过15亿。除了台南市府要家己出，台南市议会嘛无分政党呼吁中央着斗相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